深珠通道又有最新消息，央企中標，促使工程加速。珠海唐家灣高新區樓市睇高一線，深珠通道推進越嚟越快。10月央企已經中標前期研究，意味住項目已經進入新嘅階段。今次前期研究由中國鐵路設計集團牽頭嘅團隊中標，研究金額係1664萬人民幣，預計簽訂合同後12個月，研究報告就完成。今次研究嘅內容簡單嚟講，就係要搞清楚以下呢3樣嘢。第一，預計幾多人同幾多車會使用呢條通道；第二，通道要起幾大，行車路線夠唔夠，要起幾多條鐵路；第三就係具體喺邊個位置同埋點樣設計、點樣施工。最終嘅目標就係準備好所有技術同資料，為深珠通道正式開工立好基礎。介紹一下深珠通道嘅具體情況。深珠通道又名伶仃洋通道，係一條連接深圳前海同埋珠海高新區嘅公鐵兩用大橋，位置就喺深中通道同埋港珠澳大橋之間，包括3個部分。第一就係深珠高速，連接深圳前海同埋珠海唐家灣金頂，規劃係雙向8車道嘅高速公路。第二就係深珠高鐵啦，始於深圳西麗站，跨越伶仃洋到珠海高新區北圍片區，連接珠海北站，並向西伸延至珠海菏州中心站。線路全程80.7公里，設計時速350公里每小時。第三就係深珠城際，始於深圳前海站，於珠海高新片區後環設站點，與珠斗城際、深惠城際貫通。線路全長40公里，設計時速200公里每小時。日後深珠通道真係通車之後，由深圳去珠海只需30分鐘，而且交通種類多，大大縮短兩地嘅距離，補足咗珠海、深圳東西兩邊嘅交通缺口。而且珠海唐家灣高新區作為深圳西岸第一站，將直接受惠，吸引更多深圳產業同埋人才，高新科技、金融仲更加容易雙城發展，區域價值明顯提升，加上通道效應，樓市需求有望逐漸上升。如果你對珠海高新區置業有興趣，不妨密切留意深珠通道以後嘅發展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珠海同埋大灣區以後嘅規劃，記得關注我哋。